基本这是相对法啦。我念着啦，如果是大乘的境界啦，诸方明到无明，万物见义，治疗了甲基成无义。无义之前，这就是正是正者，处凡无义不灭，在天性不生，自凡不义不乱，以上天地不执，不断不常，无来无去，不在中间一直内外，不生不灭，现常如相不生，变成不得。如果来这个文案完谈了了，咱来啊，我这本来法就是个中道。中道法里面呢，就是没有善跟恶，一直两边啊。你心一落善，一落恶，就有两边。你只落一个善，也是有一边；落这个恶，也是有一边，也都是这两边。所以学中的话当中就是无善无恶。讲到这里讲，本来就在中性当中呢，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一切法，无伫咱内面，无伫外，无伫中。按这个地方讲，都方便面，这个我是讲方便而已，方便法的因论。但是你若讲今仔日内底，咱即边内底，你讲伫外口，嘛即伫外口；你讲无嘛，嘛即伫空地，嘛袂使讲无。所以头前咱讲不究竟，不断讲了基如法国无常，无常之上天之真理，如来真实相。你讲不讲啊？讲会咱头前的。你两个法里面，你只要执着善跟执着恶，你就有两个心，就是对立法，就是分别法。这个二元法，咱讲一元二是有两种法啊。这两种法，叫做对立法、分别法、这个法。咱的心，就已经有两个心结，两个心结爱做这事。所修行，我刚才讲的，方便有道门，规划无二路。这个方便就是多门的法。多门方便有道门啊，法足者，但是规划呢无二路，就是条路。这条路叫做本来本体中性法、中道法。所以，若是行入两种分别当中，就是代表你心有分别，你有即有我用，有分别相。咱这种修行，就会多数危险，当然对先是轮回啦，要无咱真正去明解法。那么这个当中，比讲起来当中，讲这个法。不离其法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，迄是真正正道法。当然，世间真会这样的你就不了解。若咱老师你讲，不生不灭，可以嘛？就是甲外道有差别。你讲无生嘛无灭，既无生啊，当然唔免灭啊。无灭是啥物件无灭？生是啥无生？咱晓得啊？生的是啥无生啥？生物免灭啊？修行不修功的，咱在学咧学生，你教生哦，就叫伊问啊，咱你看啊，你看啊，来讲者，三个啊，叫到你大家带，直接来讲，生有个无生，那无灭。修行。所以这方面你啊，咱这方面你要安怎办？这无生无灭是讲咱本体。延生、延灭，一切有1.5现在变嘛，延生、延灭。延生的时阵，咱就发生无生啊；延灭的时阵，咱就发生无灭。你讲，你这安怎生安怎动，我会发生本来的清净，本来就无生无灭。我来嘛无生，我讲嘛无灭，所以我唔免是生灭。既然有生就有灭，这是因缘所生物件。所以你不生不灭，但是想法性。延生我们法性不是，法生发生不生啊。延灭的时
咱的故事嘛无变。你袂讲啊，我今仔即几首乌蛇蛇，啊写袂清气，啊写起来颜色就写起来，但我咧袂标，啊规条正好倒转啊，免写到规条，当然讲，啊我这头不太好写，我说倒转，啊颜色清气，那个叫多面华，那个有面有声，这个叫多面华。咱是修炼行落断上天，就是啥讲，行落断啊落上，上或是弯嘛对，断嘛对。啊，为什么这个法安尼讲？因为原先演变就是甲咱的动体性有关系，但是伊爱依言而先，一切法要依言，依有一个花口，按下依一个言。我哋爱依一个现代声啊，叫做主义，哦，迄个主义啊，主义，这个主义，看你，哦，这个花做水，啊，你若无这个花，若无这个言话，你当然看这花水，因为你新鲜出来，佢讲哦，那水，是因为自他分别个主义，自他分别啦，主义开始产生了一个言，我对我心看产生一个言，主义的义，我家己依一个言所生出来的法，那么这个法，毋是你当体物件，是你起一个心念起来。所以咱看来，咱大家注意，包括这份空间，这是咱即摆由咱家看的一个幻象，是自他的分别起来的相。啊，来这个上高识，这上无的时阵，咱就自然嘛无用。所以世界咱自然要说，伊这物件我无的时阵，咱自然嘛无变啦。所以讲，今仔讲啊，世界人有生有死，有啊生死人嘛，咱有生有死。生死咧，啊讲对世人来讲是讲啥？生死是讲世间法，世间法才讲生死。法界叫生死啊。咱这法界是世间物件嘛，啊世间法绝对有生变，就是有生死。毋过伫法界性来讲，伫本体性来讲，咱平静来说。所以世间不能物件，有当叫做无边境厉害。要求永空比天富贵，我们都不能做。这拢是正常的啊，毋是特别对你差别有反攻击。对方说，因为这种是自先分别的一切，自身分别分别性啊。你讲这物件拢是对来的，因为心感召而来啦。世间的法、世间事拢是因为感召而来，你有事啦。如果世间若无人无事，你看到代志？无人无我，方得名为观自在。无人我，没有人没有我。你看世间若无人，你看有代志无？这地球若无人，你看敢有代志？无啦，那地球都不看人，有代志就清净。啊，这想的是我无人无我，无你到我分别个无人无我去变。了则业障本来无，为了因虚传出来。了则业障本来空，你若了成所一切业障，本来是空的物件。一切业障的东西都是空气的物件，它也不是真实相。为了应虚还数在，你若袂了无袂到个，你缩起来就比咧，就爱行。但你若了无当中咧，一切原来拢是因缘的东西。在后边咱弄较白咯。讲啥？讲面咱咧讲到迄个叫个心中容易用好功夫啊，追求心地，中心变，心蒙普遍用好功，就是自家提倡。追求是心起来，世间的物件是因为追是心起来。追求心地，啊，就中心结啊。心
蒙、自别、中国国、两国国，所以你的心爱得来到完全无迄个物件，你的空性当中完全未形成迄个物件。所以当你发界的时阵，这个世界当我一天的时候，你破灭，你要承受。我们要承受。你个一个圣灵小菩萨，世界师傅就先破灭，连这个或者爱听三工啊，都要承受。但是我的法界性的法性，他不受。安怎讲？我今仔破灭啊！我破灭，我有可能，因为只有世界师破灭。但你会当来活动，你唔来，你会用一句讲啊，我得因破病，我就无来活动。即使有病，病看起来无差，伊嘛是我来听。中风来听第一回，中风就是讲这样说嘛。中风会破病啊，中风无病，你的自信无中风的，你的自信中风就歹个啊，自信啥中风？是因为这法界世间的物件，伊本身有一个病体，有这个物件一切到。感召，但是法界性的东西的本性当下清净的，所以呢，会给说书，起到最后不倒，你发生到心者，生到心，这进潮呢，过去嗰种内底修行讲法未黑，南北未黑，即个讲遁入如来门，其实。对你那个进入本性，哪有那个正入本性？包含我这是100阿经第一个修在那修的呢，他会法，哦哟，中间呢，那么就民工就打什么跟这个人工的条件呢？对啊，后来分的是咩啊？对啦。但是就是因为作者当中法不相容，你讲嘅的当时正义时代，看这个讲话转变，所以比较修的人作者都有。正理开始，啊，因为毕竟就是真实法，甲梦法有共款。因为无了解讲原来当下咱即摆一致见成，当下正理是法，你有相信吗？咱当下一致见成，当下正理是法，是咱不到清净，不到清净，所以不到清净，咱讲你的时候，你的先别法，我龙女正生。龙女是真佛前来，龙女世界真佛，现在融入古罗山，看就融入，融入是爱用我做咩啊？做龙女，爱写那新闻，遐是大艺术唔错，无可能啊！靠这个关，为如人心，你会当生就当人心，你当生困，迄偌困偌艰苦，迄过偌久呢？因为呢，我们不是菩萨他们跟讲解，融入体系会，有这个干净安起来，对安到哪里面？安有病，时间往后，不走一天了。他们当下从女孩生、世界男生往南方移过世界上，南方也这样啊，哎，好那样，哪有这种法？最简单，一念清净成正觉。一念头清净心静定静啊，那是不够清净。不是菩萨在讲，有人锦州一书读，现贵平沙切波塔，阿塔将规化为零，一念清净成正觉。阿塔是英雄啊，你一个清净心的向沙宝塔正邪，但是恒沙。平和山说给波台在人因为有一个很乖啊、幽静啊，但是一人渐到这样做，成长回去，那个清净没有办法做。我来讲，你别接触到我的清净，你在那心怀你解落来就贵一点，32亿100千，那弥勒菩萨到底在那念佛，我这样。不蒙面菩萨，当然念佛的念，用一坛子32亿100千念，32亿一坛子是几个千念，1秒钟4坛子，一个坛子有32亿100千念，多17回，128号，那个念头那么快，
我就无咧变。你想咱的老，是咱的老，你有感觉咱老无？你讲我即摆20岁变50岁，它是一变这一转，咱的器官一变得很快。我就互我的 MP， 我这电脑甲你开个，关海关开会倒，关海关开会倒，用最快速的那个速度，噼，那个电脑没有听得懂。一开发我的订单，全速度变这个有订单。这个变化那么快，所以我们认同，从你1秒钟，我做点未必是看一下基本上情况的也停止了，就出来别个啥，你老是变的是安尼，在我这电子电视出电视，就发生你是买什么地方，也未记，而且在那边做个代志，他清清楚楚啊。咱经过迄个更改，我们3班关照用过去用都会，所以那两头呢，一直拢去有欢乐不平不平。在里面退出了，所以对关伊无清楚当中，所以既然无成无变，那你教我都有差别，懂这些东西啊？既然没有生命命，那怪盗也讲没有生命命，懂这个原因？不是命在哪里？是个人搞了空的，让他讲得最好的，讲得比说怎么样？有我的说过了，不先不被讲，总的雄心啊，记。将灭子孙，以生显灭。我都说过了，无先不变，我无先不变，我是会变的就管的。但是我有做一些那个概括的无先不变的。伊讲准备机先，来，这个话就不简单。这个话你听，咱按看我。这个话看咱看有啥意思啦？上边之先，以先偏变。但这是基础的，你讲听政府应该就晓得定义的意思。我是用比喻。上边之先，好，复言复数啦，复数，这个来咱做的。你嘛写出来这个，已经写出来了。睇嚟嗰度咧，第嗰三篇，我點解記唔起嗰三篇？我是要用一件成數啊，即係惡數咧，含過，係無？我讀嘅，我記唔記得寫得讀嘅？惡無嘢嘛，惡數數無啊，我三篇，我想變做成數啊嘛，變過來嘛。我生一個心，即生一個善心，別一個惡心。这叫什么？你生一个善心，袂是恶心，叫善变。恶事虽然做来，你生一个心，这个恶事抗掉咧，这个善心，这个善事性要比啊。这边不要做恶，我想要甲做一个变，他就变，你甲这个抗起来。本来是恶呀，那必变呀，但这个变掉起来。背无油，白色的没有掉，这个背往出来啊！你生一个善念变是恶念，但是恶念无诶，善念无变啦，这念就后边诶啦。我在我这边目标我这我后面变回多变来回多变来老鼠哦，你念到你跟你这个善数，你个善念变来，恶念无去，但善数无变，彼此个三年对不对？我比较改空先变，本来就无先无变，但是你看为什么生一个先变？佮譬如咧，我都无结婚，我就免结婚嘛。我既然要结婚，我既然有结婚，我就要有地方来结婚嘛。我说那少年来讲，我怎无结婚？但我买个电子枪会来说会使咧。伊无结婚，但迄个电子枪无办啊。我就暂时，我步枪人袂使，你说步死人。你为了要结婚，步枪人来结婚，你是要甲个步？分解标准，步枪怎么改？你个讲不要步枪啊？这叫做生命嘛。最主权来讲，这个都是表面化，这个叫生命化。所以我的讲无先无变，无先啊无变，但是伊讲你若上变之先，还是医先来迄变。灭有不变，你讲这变啊不变啊？
所以咱有人讲我要生一个物件，要甲你物件扛过，要生一个我要甲你扛过。老师讲错。那他没有问。浑圆是心中也留有多少罪量？这笔描哦，我说讲这笔描哦，我来读诶，是不是叫浑圆是？咱就讲这个哦伊啊，啊是有我参加游泳诶，但是我来讲呢是浑圆无有，浑圆是心中也留有多少罪？所以你看暗示起来，有个恶起来面啊，安尼无变呢，无消灭的。所以讲，我为了做善事，阿妈教出，后边规定讲，我做多端了，我做你做大善人啊。但是讲出第二个，你大善人啊嘛，讲是有人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物件完全无一样。所以咱有人说咱画出来，咱拢会演出家己啊。我叫人说，这人无看到，啊，这个讲法，啊，你来完全无，这个本也是用得到用法，但是你心中找不到完全。咱心中来的不是不美名，还给我们很多东西在里面。所以我们有时那个有名，咱过去做的物件，咱过去行过物件、看的物件，咱大家中讲，为八十年拢不是有名的，咱有咩咩啊？除非失敬，要不咱八十年都是没错的。刚才讲，我们在讲那80年，第80年是一张纸而已。他没有善恶，没有好坏啊。你给他善恶就纯善，你给他纯恶。你每个嘢都有坏，他都全面面，给点点。但是伊袂甲你出现分别啊，他不会。你内面爱是会互你，你内面啥物嘢会创互你。所以咱哪会讲为什么6、7？为什么一个祖先分别的义，它是一个？三心两意啊，有法听哦。咱讲三心两意有啥？三心八识也是一个心，意识对啊，一些意识也是一个意根，这个也是这个心，这个是心，这个是我们叫三心，这两个意，这中间咯。但是三心两意是安尼来，所以你这个不变动啊。它本来也是清净的，因为它是在5、8的果里面。所以5、8的果，因为个性本来的果，本来不重，伊无好到歹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有没有？当你生出来的时候，一生出来就是很虚，讨厌那个。当你若剥出来时阵呢，伊做讨厌迄个生。因为伊无用长时间存在，一定要给吐头出来。所以咱个念头会吐头啊，吐头出来，吐头出来。你先吐头什么恶出来？你是恶啦。做简单的形容，直接念头出来念，你来个恶念出来，做善念来吐头出来，做善，这个恶。所以这个语言它本来就是无尽、无覆盖、无极限，本来的我都知道吧。老板直接问你啦，这个五个，只要你来啦，你要规，有时候规爱直接算，从这里转，5、8果因，5、8为果，6因为因，6、7为因，5、8、6、7果因转，但用分边并不是九，九连专属不留言，反天天主那天那加天，这个讲是我们本身的清楚东西。如果这里边你都不转的话，那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到，你就没有生命的东西。你不能的东西就，我哪个意思？我不能的不能，你叫他就不能。我不能的清净理啊，那个标准公平不明实啊。金刚藏菩萨问佛问3问题，原先你在这里讲，伊讲众生本来是佛。
为何会无明？听明白没？这个是菩萨在问的东西。菩萨来问的是在这个菩萨境界在问，但是问的就是问咱这未来这人生观，了解这个的面。第三问题，那么成佛以后，什么时阵要做无明？你这问题，你定来干嘛嘛？本来做这个是本来，为何咱第二做无明？本来就本来，什么时阵咱要做无明的嘢？你问的都是那玩戏的东西。不是根本的东西呢，所以不错，我们也比如说，我讲的相信没？听有啦，相信的你也是讲我听。这个东西没听过，干嘛都是？这个叫熏染，一直熏染，你的心就会越来越远。你然后。拢听声，一般都知啊。因为正常人，唔免是学嘅。有错讲，以佛的境界是，以佛的境界是怎样的？知一切法。就是空法，伊不能跟咱去看这些错啦。有些话咱老师啊，去搞话咱的啦，但是我咧讲话咱去做一下了解。伊不做了解，第修一个因地修原则水准来超出哟。因地修观觉相，修原则者，原则。知识，因为我下的，也就大家有你下的那边熟了嘛。知识风光，一个修行的人，伊伫因地咧修当中，因地修观觉者人，知影是风光。故无轮回。如果因地最重要，咱今仔当时你开始对因地修，你若因地无修，果地离苦；因地若无修，果地假离苦。因地是什么？因地就是我们本心出入那个心，如来当下清净心所变出来的心。因地当下就是清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做作，没有对立，没有三个之间。这因地就是我们对立。从因地修行的你直接开始，因为这个修完明的觉醒的人呢，你也知讲，知识空，世间一切法物件就是空的啦，空法就是幻想啦。觉醒是多少时间？第一这物件歹，无啦，这个用一个啥物歹，变偌久咧？唔知影，这时间到就歹。你自然然知影知咧。就免接受这个心去搭起，有些搭起啊，你就免接受轮回啊。你若讲你物件有好歹，做水做歹，你分别当中你怎离啊？假啊，迄拢是暂时的名。你大家讲迄是真的，你会讲叫搭起，讲轮回，就是轮回。所以，故无轮回，亦无身心。受比生死，那么你这当下你修完咱人，你清净的当中，这个物件你知影是空想、幻想、应该的物件，你当然就可以行这行心嘛，修你的行心。为什么我们的身心有生死？因为有爱取有，从无明、行、识、六入，名色、忧入处。爱取有，生老死，这个会有原来，这个是有一个无明轮回的。若是讲较硬的话，以那无明生三世三因境界因缘掌握出，我高兴定，
一粒无明先三世，见来无明中有错，中有错啊，长有错啊，我们要该说的该信嘛。那么当然，你来讲，伫这个先祖当中，你心嘛有遐未来目标先的，你本来就清净啊，你本来就是佛，哪来的无明？你本来就是佛啊，为什么无明？无明是讲世间所有的执着。你心既无执着，你就是清净既无染，当他的无能无主他。伊修的就是这个的啊，然后以前原来咱拢是去做啲假，唔知讲因梦想这种也不能建立嘛。一切众生共住来地位的想啊，出来这相就是有佛性，你本来就是有佛性，但是因为妄想执着不能证悟，没有办法证佛。是因为梦想这种大，现在我是佛，所以伊唔免这信息唔免是必须，我们这个就不会再带来啊。你佛什么不明啊？你这靠这个辛苦，啊，这有辛苦的是因无量道带这个显爱的一切缘啊，你的这些缘一切缘来投胎，那投胎又带这个肉体有相，啊有相的受报，啊你若不爱往这个名啊心报，你这行动啊，你得爱清净啊。你第一无念嘛，你着要教教后世人过这个道路。你要想哪个人想，你要安怎想的？什么叫想法？你知？就是安尼原理。我这一个上过来，我慢下来，我晓得，我一个小时等，不该说。生说不生，哦，这内有无变，啊生说不生，我比如哪？你看这个啊，生出来，啊，现在无变。这个变啊，这个无变啊。我这是讲有生灭心必定是两种心态在用。我若无生，就无变；啊，既然有生，就爱变，就两种。啊，既然不生不变，就没有东西，你怎么会长又有那个生灭心呢？那你当成啊，你自性，你讲变讲，你讲我爱心发开，本来当成里面都无里面，搞有自己的生灭心呢？是不是？本来无随咱平啊，本来就无名言，咱家平啊。啊，我既然是空性是清净，本来是清净平的，到这个心。当然对人讲，我都清净，你讲诽谤我嘛是笑的，你讲赞叹我嘛是笑笑，你讲诽谤我嘛笑笑，我你有变个是啊，你我都，迄叫无生无变。啊，但是你照着我来讲，生一变，生一变。生灭还是不灭，生还是不生。哦，对你讲这原理啦，然后这艺术重点是讲这，比如你生的心改变的心，啊，你若无迄个心就免变。当然讲，免教我就免改我，啊改变我就爱个变化就换来改我，啊，迄个改我方法，啊，我那个存在啊，但是这要别个方法。今年若生就是佛，后年若生就是众生，啊，今年若不灭就是佛，后年若灭就是。但是拢讲同体面的嘛，其他经若通吼，其实一定拢讲啊。至于看懂不懂，对经的经典往里面你们不知道。你两个本体，自然咱奇怪。啊，你地球我什么唔爱本体？你地球我想做无好。我比如话啊，在业就是我不能啊，但你唔爱平完啊。他说咱要是要爱去平完，有点清楚。你的根本心、根性，爱对咱的心的对在里面，去的习惯。我在说咱不管你看好嘢，你也是嘛样，会变啦。你看歹，你也是嘛会变，自己把这个变。咱世界包了，有的食较好啊，有的食较歹啊，有的食泡面啊，咱唔会啊。唔过你新的世界会变变，当然咱变就无变啊，唔过你去习惯了。你若变就是基本，你我哪只散，我哪只笨，我哪只歹命，啊，虽然咱安尼歹命来，啊，都是因过去所做嘅，啊，去了无清净，第一干掉啊，干掉就紧就紧就出嚟先啦，啊，变咱伫六门当中，伫六识当中，伫六门出六识出去，变咱从六门出六识，在咱的见门当中，自性分别当下，自性意念就变见门当中事物，然后。自性见无得比啊，自性体验虽有见无得比，不了万境，这是自性相随。
环境是讲一切物件，你无你心内是做自家做的。你用白条的，来做沙灰的，微信这种沙土，做老师傅，你到现在都找不到这个。老师傅怎么找不到？有钱无地，佮找个上倒行啊！收钱上倒行的境界，佢系境界来起模式嘛。建书两天爱去掉，要变成变变成无明遐物件都深嘛。所以一项物件你看了了，你人摸，我有这无明，我那个生这无明个条的。哦，原来无生无灭就是咱的本来的本性，咱的本来的主体性，本来就安尼如此，并不空，拄好并不空，嘛无来，嘛无妄，嘛无伫中间。法就是这样的，华而如是，就讲这种道理。我伫我，我伫来，伊讲伫来嘛对，讲伫我嘛对，讲伫中间都伫讲唔对。三门皮讲就讲这个，有说法者，有只有者，都有中间有法咧说的啦。毋知有说咧破咱个法，伊法有法有者，法上见相而讲出来。我这样写啊，都讲是比如的法。所当然，这当中咱若甲对本体性内底人较有了悟啦，对这内面慢慢去从手里到往里变成本来。我说不生不得食，本主无间，因也无灭，所以不多法度。我讲的咱大概来讲出来。我今仔所讲的当中，无生食，因无生，嘛免灭。我若无做着代志，我哪会悔过？我来无做歹事，我来甲你做善事来讲。我本来事情讲，他就无先无讲啊，就无好讲歹，我就无做遐物件。你叫我忏悔，要忏悔对空性物件是哪忏悔？世间哪忏悔啊？世间有做啊，但是你无达到迄个境界，当然爱忏悔啊。我即摆面对拢爱忏悔啊。为虾米？咱就无做到下咧境界，咱就较无有为啊，咱就有即种的烦恼啦。本主无心，所以我无生嘛无灭。我本性就无生，我自然就免灭，所以不懂外道，教外道外道。外道所讲为什么有生甲灭？今日我做这个课，我安尼讲就无错哩。就是咧五祖，你看，从这个南无祖师咧问，明不对啊？我做这件事情，我有生，我有生，我有生，就是要做这个。三日是咱五日一时，写经、布施、供养，你看，咱怎做对袂对？皇帝就是来要做，你现在换人，咱就做出样啦。为什么大佬做出来讲，你什么功德拢无？啊，男人是吧？给目标，我这个讲。有什么差别？我这掉了。我国家讲的是啥物？咱即摆咧行公庙观，我即摆咧行公庙观，你行公庙是福报是功德？咱要讲来清楚，对啊，即你把福报当做功德。我来菩萨行菩萨，我来人道出门，我来拜道，我来布施，我来供养，我就是要是功德，这种功德。是啊。啊，毋讲这咱有咱个讲了，我就要讲啥？当然，这是最初期的话才咧讲，讲起来爱做，爱受福报。一是受咧福报，伫外在事的当中是福报，伫外在事的见性就是讲边界就是咧，严良无比所见之，本性良良就是讲咧，自修净自心，自修心就是咧。这伫讲这品牌讲说物件啊，你若读着拢知啦。但福报是以外在物件，并不是自性内底所显出来，不是自信的功夫，那个功是从自信清净里面的法身所以做出来。所以，有的有些讲我三日一时，五日一安，写经供养在些布施，有种其实的获利了，获利了，所以那个都是我为的福报。自信的功德也是从你内面来去做呐。
你能有多亲近，你就有多少福德。你有多少的福报，是看做舍多少，你会得福报。所有人都只能见人天福报，并不是解脱生死。不对个天性，咱是见人天的福报。你看要先到底天哦，咱做水来呀，咱上去讲，要讲欲界世界，世界一打算上天，有世界当然佫比上天较入微啊。空无边，色边色无边，无所求，到非想非想所变。我咧人是两边那个呐，你但是听讲无听到，啊，著迄个大经人如咧解说，你定咧讲，定咧记，定咧背，定咧说，所以会感觉朗朗上口，简单。但是你若毋捌，咱就啥物，你空无色变，哦，变我这连看都看无，你开心。那个是无色，那个无色界的境界呢，八万大劫呢。建国里面有8万代人，要来会修啊，8万个穿什么？8万条，你若你成住坏灭，成住坏灭，安尼一劫来都敢若一劫。8万内面，地球8万遍，我会修活长，但是呢，共款也无能看先死。所以当时释迦佛，他那边拜佛书中，不行讲。但后面呢，一部电视机什么？这个都是有漏法，不是真正的功德。那是有老法，不是有老法。有老法是代表应该已经见过我们的人。都还有漏法，有一个漏法，不是叫不漏法，佛他不漏法。但咱这边是一个大人，咱看哪个？我咧伊啊，看见啊无面，但是咧学到咧，伊无咧，我到咧这边啊，饲了无半嘛，到咧，安尼脾毛病是个咧了了，脾气毛病习性都要爆发，就把你吸收掉，那个叫什么？有记忆的，参。这个很差。老而不死谓之绝。老而不输谓之差。我以前老无时间差。当你头一发光，大家就你来头一人就先发光，但你遐面孔头标的。我说真正无讲真正，但我相信，你要无钱无变。买一生，伊要一生，生一要，中间但是咱一般所修的啦，真正就来怎样？你若要知影心安修了，你若要知影修了，但一切行动多说，多莫思量，多莫思量啊！多说就到老外了。多莫思量。你若要知影修了，但一切行动。拢无需要，自然自己清净清净。当年较早，咱咧会员头一摆给做出来解决问题。所以咱逐个咱家己想啊，按坐来想，我即个大这条，就是咱比较坐嘛，你来做是无人想，你来坐，但你坐是批判性、批妄性，还是清净了无出去？然后含来无出去，消做一时。妖魔精兵，那个不会。大多数是这样这样。那么你想办法，迄个清净是，从前咱大部分知影就来刹那，一清净的妄想来拍标，一清净的妄想来拍标，而且清净就不清净。所以无先无，那是真正问题。但无先无，但是你本来是没讲嘛。你本来你要秉持资源，就叫你秉持资源。这么时不事先不说，哪个是平常的本来真有吗？是这个要讲。那么咱动画一生活当中，咱伫当下，迄个行动嘛，就无想这，告诉我讲，迄个行动想这哦，但紧张尔，后尾带上后尾，这些味道蛮好，差不多些心态。迄
动啊，你的自然本来就清明定定无心，那我就出什么？财传与神有关。各有不同的关，一点是它有北京关系当下，就是体会嘛。要我说，这么单调，这么无聊的东西，没有任何是重入这神光。这个是讲，你当你光它成为到本体自成的时阵，本来自体，当然咱嘛袂叫你第一个嘛对。苦心枯生具作事变为常，讲出来讲，有出来讲，这是根与是啥？基论见显不能相变，主战有没有见性？你见性就是什么说？不是重安的什么？老罗几万，现在什么形态我？妈说给个小猪，要怀疑讲，你是在我头痛吗？我怎么做嘅？你我怎么袂当做嘅？你坐你会当先付吗？这是破题。先来做不摸着，数体摸不着，一步超不到和无理不合。你讲这本体上，不是你讲这是讲你来的动啊，你的本身有清净静静，无看你本来就因为好无？当下归觉就让进入玄关，进入当下本来清净的本体里面。玄关就是讲这里面，你就归佛，你归佛就进入法界啊，就是不能没有办法归佛，你不知道往里面去找。并来呢，表示哦，原来我这是清净定定，本来就无量的语言，本来就不能，为什么做中间？你的思想点来做思想，中心的思想，跟我们大家嘛中间。你来搞会做这个，会做是安怎做？我是安怎行？但是呢，好办法，观摩还对观摩一下。所以无事先无事，拢唔免想，自然。